喂 testing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2號參賽者，叫做周樂培。咁相信大家都聽過賣火柴小女孩呢一個故事。咁今日呢首歌呢，就係講緊火柴鐘入邊嘅夢想啦、幻境啦，同埋關於現實嘅一首歌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寫嘅呢首歌。I make my dreams come true， 擘大眼仍然係個夢。6月飛上冇復光嘅小女孩，聯繫絕動。媽媽told me想要成功必須先經歷過痛，但點解痛咗咁多年，我仍然被現實玩弄。I told my mama， 叫佢俾多2年時間我一定會喺雪地入邊揾到緊存在嘅火。由22年到而家，彷彿未調整時差，就好似當時亞當同夏娃食唔到禁果。我希望火柴中嘅夢境可以成為真實，阿爺仲可以同我有衝突。我希望火柴中嘅事物可以成為現實，我希望有起死回生嘅經文。我希望嘅我以後都唔使希望，我希望我期望嘅以後都陪伴我身旁。我希望火柴中嘅事物唔再只係經過，我希望他朝有一日火柴會迎來興旺。唔係，想揾你傾下心事。係，我而家覺得好寂寞，好凄涼。火星閃過夢想，終須迎來跌墮。夢想終歸只係夢想，人生定有怯懦。我驚我25歲之後，我會揾唔到份好嘅工。我驚40歲之後，石屎森林冇我住嘅窿。當年追夢係理所當然，但而家追夢只係懶惰其中一種謊言。童話推進後，我終會見人間煙火。呢個世界欠我火柴中嘅結果。問火柴小男孩最終又去咗邊？火柴中一幕幕畫面有冇實現？佢曾經發下嘅誓，佢有冇實踐？舊年佢沉寂1年。火柴中嘅火星終會被狂風破熄，忍受同埋放棄，社會逼你要學識，我哋要同社會大學相處再次破冰。呢個世界迫使我哋默默打上血清。多謝。